首先，请出第一位出场者，他演唱的歌曲是什么呢？这是一首安多民歌。歌曲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运用了藏族古老的乐器，这件乐器音色饱满浑厚，余音不绝，使整首歌独具气势。这首歌歌颂了藏族兄弟间深厚的情谊，字里行间都透露了哥哥对远行弟弟的思念和祝福。歌曲辽远朴实，却又不乏轻松欢快的节奏。到底是谁将为我们带来这首藏族民歌呢？请看 VCR。这个祝福仪式呢，是我们藏族传统的一种祝福仪式，它叫围桑。围桑是什么呢？围桑就是大家围着这个塔，然后里边有百香，有糌粑，有大米，有牛奶，各种各样平时人们生活中用的这些，拿来敬给神山，然后呼唤神山来保佑在外地的这些儿女们平安。今天我要唱的这首歌呢，讲的就是哥哥为弟弟送行，然后嘱托弟弟走得再远，无论如何也不要忘记回家的路，也祝福离家的游子们，在外地一切平安、健康、顺利，一切安好。
让所有的朋友把掌声献给华仁谷老师。扎西又见面了，山歌王子，继续我们的山歌之路。但是今天呢，有一位特殊的长者在您的身边，可不可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？这位老师是我们藏族弹唱的第一人，也是藏族这个弹唱的应该说创始人。是我们一种音乐类型的传承人是吗？对。哦，太棒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先这样介绍一下您手中的这件利器，好不好？我拿的这一种琴是我们藏族固有的，也是独特的，都公认的一种藏族古老的一种传统乐器。它的名字真名叫阿里扎念，意思就是阿里是阿里，西藏阿里地区它是。扎念是扎是音的，念是很美妙的意思，美妙的音。阿里扎念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它有上千年的历史。那其实扎西说过啊，他这个说咱们藏区呢，很多的生活情景都可以拿来唱歌，比如说像刚才扎西说的放牧的时候。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山歌歌者应该不是在说我只是要唱一首歌，他跟乐队合作的时候，他更希望自己是一件乐器。那今天这么两件高级的乐器在一起了，我们真的没听够，请二位再为大家演奏一曲，好不好？嘎耶摩嘿，阿克克西那个我达嘎耶摩嘿，耶耶耶耶耶，哦呀呀嘎耶摩嘿。啊，太棒了！我一直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那今天感谢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出，谢谢您，再次感谢，谢谢。那今天的这个我们扎西一上来呢，就给大家带来一个传承这样的概念，也是在这个支持和呼吁大家来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、民族音乐。那我想要请武周彤老师来为刚才扎西的演唱做一下点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其实我和在座的很多朋友都听不懂藏语的歌词，但正是因为我们听不懂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象，因为歌词可以表达我们的情感，但有时候却会阻碍我们的想象力。刚才我们想到了很多，也看到了很多，就好像扎西的这个歌喉就像是一支画笔一样。我看到了洁白的云朵飘过山巅，也看到了清澈的溪水流过山涧，还看到了美丽的姑娘扑进爱人的怀抱。这一切都是我们用耳朵去看见的，所以要谢谢你。谢谢武周彤。扎西有一颗热诚的音乐之心，希望你能够继续把自己的山歌，把你的事业这个做强做大，好吗？请加油！谢谢。谢谢。扎西德雷，扎西德雷。这首歌从我第一天去唱歌去比赛，就一直唱这首歌。今天我就是那个飘的那块，就是改版后的一个版本，特别喜欢这首歌。